滅火筒係常見嘅防火設備之一，適合存放喺屋企、辦公室、汽車、公眾場所或者可能會發生火警嘅地方。由於火有唔同嘅分類，喺救火嘅時候要先清楚火警嘅成因，先至好使用正確嘅滅火筒撲救。而家睇到嘅係 Skywell 簡易式乾粉滅火器對於撲救小火嘅示範。首先係汽油燃燒，然後係可燃氣體，爐具、梳化物料、最後示範復燃性極高嘅木材火。呢個示範唔止係要睇下係咪可以整熄啲火，而且要睇下火源熄滅之後係咪會復燃。可以睇到木材表面被一層白膜包住，呢啲係 Skywell 簡易式乾粉滅火器特有嘅成分，佢可以令復燃嘅可能性大大減低。Skywell 簡易式乾粉滅火器經香港消防處檢定同埋批准售賣，每家每戶至少應該具備一支滅火筒，仲要確保每一個人都識得點樣用。香港樓宇稠密，人口極度擠迫，一旦不幸發生火警，即刻就會迅速咁蔓延，造成嚴重後果。雖然本港擁有訓練有素同經驗豐富嘅優秀消防隊伍，而且有唔少先進救火設備，可以將火災所造成嘅傷亡同財物損失減到最少，但係每年因疏忽、大意或者無知而造成嘅火警，仍然數以千計，釀成家破人亡、財物盡毀嘅悲劇。而一般由於居住環境人多狹窄，市民又疏於防範，又或者缺乏防火知識，以致偶一不慎，溫暖家園即為火神所毀，甚至成為死亡陷阱。為確保家人生命同財物安全，每位市民都應提高警惕，小心防火，特別留意可能發生火警危險嘅事物，及早防範，免羅災禍。